Hello，nhớ rồi chúng mình sẽ đó, lần này cho tàu mong cho cái chỉ để chơi chơi cả, qua qua qua, sau đây cũng会火锅店了chơi呢，现在被人家叫内蒙古呼和浩特噶，就是内蒙古省的这个呢路的行政中心那个就是省会了嘛，人家叫呼和浩特，相当于比较云南的昆明一样，然后呢被那么多在大概。北现在要把主流么叫沙威沙，来引大概个，然后那么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充电充治疗了，落电电小二了呢，落电小二了呢，我呢充电充治疗了，所以落呢漏了，保险丝漏了，保险丝漏了，充电充治疗，所以为了充电的东西就这么办法改进。弄的要那么学一下，要那么考，这里就这么电用的了所以那要那么考门子，那还整的这个五菱宏光，那生产呢还是相当之粗，可以找到直没任何一样问题，可以对全中国最大一样问题直没，就是要大年呀。跑到木这的时候，木昆明的时候，拉咗一脚，再来拉人的脸嘞，然后呢，当地呢，然后拉一路电动车，拉着人的那面名字，其他呢就知道出啥子矛盾了，什么子毛病了，然后呢，现在就是要后年，那保险丝呢漏了，所以还你要告师傅那么。把血把卡着，这里这么问题这么电用就拉了最起码要最基本的充电也能够盖机的成，这里就太拉了，扬州那只包太拉得大你开船了吗？你找我开，我在不在？那就我开吧呗了。你就平平开了，他留不到家了。好的。WiFi 在这里。那天你被你拆和你彻底的点背着。我不忙了，给你打电话，看几号楼了完了，我给你打电话过个弄啊。好嘞，你出门了？是吧？你说。我想弄没啥。那好了啊。大哥，你是蒙古族吗？不是。不能叫大哥，我没准还没你年龄大呢。你这么年轻吗？你有几岁？吓到我了。黑龙江吉利好联系。我们是90后。是00后吗？还是10后？咱年纪应该都差不多。马在呼。被人切这个去考测验去了，好像对的。你们这是啥直播吗？我这个拍个视频记录一下，顺便也给你宣传一下，有那个朋友到这边可以过来找你嘛，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可以过来找你，远驰汽车修理厂。还是要专业的人得这货，撬不开哈。撬不开呀。难搞了。哇靠！你们是哪里的？云南。
专业的事还得专业的人来做。是我就不敢这样敲啊。怕敲坏是吧？嗯，咔的一声，我听着就是断的声音了。其实它这个也没那么容易断哈。对，不好拆。它这个，哇，里面塞了好多的这个。那是隔音棉，来把这个插头拔掉看，还会那个啥吧？什么情况？这把电机坏了。它估计是里面哪里怎么着了？啊，这户外那个电源的。对。但是如果以后用的话，不要买这个，直接买那个铝电池来自己组一个电池，一个电瓶。这个太贵了，而且它那个电量又少。自己买电池组一个。对，自己肯定能买。自己买那个铝电池来组，然后买一个逆变器来搭在一起就可以了。你再搞个箱子给它装起来，就很好了。几个？10几个？这回不烧了。就是那个。电源器换了。哦。然后啊，这样很直视是吧？他拿其他的我还能忍，你知道吗？他直接拿这个，我靠！节约成本都节约到这种份上了。一般都是那个铁的那个锁扣啊，要么你拿那种黑的那种有扣子的那个也可以。天哪啊，太抠了。这个还要弄下来吗？我想把它取下来。哦，直接取下来。等会儿我看。你把那绳割断吧。这都配不上了呀。一会儿给换一个好点的东西系上去。这里头坏了，怪不得。很穷的，你自己看着办。它是里面那个坏了是吧？奶奶的，露奶奶脸了。没个啥东西。它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它应该就个。这烧化了，看。哦。这个本应该是不挨着的，它俩。哦，直接烧粘在一块儿是吧？粘在一块儿，这个变形了。我操！有货吗？应该有的吧？没有货。没有货。对呀，我得给你拿去呢。哎呀呀呀！弄可不行。啊？弄可不行。弄不开，掉帽子了。看一下。哦，真的哈。它外面是一个接线柱，这个机身是一个接线柱，这个是一个接线柱，完了这个点儿正好这不挨住了吗？那他妈的，他这个是什么用啊？塑料的嘛，它就是隔的嘛，它俩隔，看到吧？你给我扫码嘛？扫不扫码？气嘛，这个护照都扫。没扫。你那表了，我给这断一下了。不行，这估计得换了。浪了你就给我换一个吧，我又忙，我要赶路，我还得去大草原玩了。现在去草原上啊？去慢慢走嘛，我们要往新疆方向走嘛，然后慢慢走去找个地方玩一下。这块儿现在这个时间，草原上基本上不好看了。不好看了，特别冷。得夏天。夏天7月份、8月份。7、8月份就特别漂亮。你要往东走的话，应该有一个沙漠那头。沙漠？对，沙漠。哪一块？一直往东走，出包头。出包头过去。包头之后再往西。反正那头也不是太好，应该有个库布齐沙漠。库布齐沙漠。在那个鄂尔多斯那头。哦。再往东走多。就从那个国道走嘛，是吧？
对，那个时候110国道的话，直接往东走，景色还行。那个国道过吗？那个沙漠？哎呀，不过，差点边儿，但是差点边，对，但是也是那头荒无人烟，啥都没有。啥都没有哈。啊，来这边就想去看看那种内蒙的地方草原，你得往东走，啊，得往东走。往东走，那往北呢？走那个高速，就是京津高速，京津京新高速，那边能看得到吗？看不到。反正这基本上没什么人，荒无人烟的地方。那边估计就是像从这个河北过来这边这一带的这种景象，没这头好呢，还没这头好没，这头好，全都是荒，特别荒的那种特。别荒，草都没几棵那种。哎呦，西部地区嘛，对，你得往东走。锡伦浩特、呼伦贝尔，这头景色不错。那边的话都，现在不打算去了。现在去基本上草也看不上多少了。对。我们还最近草原有一个，哎呀，那太好了。你们在这边倒是看惯了，我们没见过。我都没见过草原，我在这生活没见过草原。都在这生活。没见过草原。往东走吧，往西走，新疆、青海景色不错。就是往那头走。对呀。然后尽量的在，就是大雪来之前离开北方吧，要不然这个车我怕耐不住。这个车我怕耐不住。这个神车。11、12月、11月份，1个月。11月份应该就大雪纷飞了哈。哎呀，不一定。像去年的话，下雪12月份下的。就是怕到时候下雪，这个车走不了。没问题，这车。没问题啊。什么车这是？后驱的话倒还好一点。前驱车的话就还是我感觉像这种比较滑的路面的话，还是上不去。挺那个的。也没有来过北方，不知道下雪这家伙能不能去，主要还是拉的东西太多了，然后的话就还是挺担心的嘛，主要还是安全，所以想尽快的离开，跑完了就离开了。2,000 years later. 哦，你能到老巴到，2多小时老巴的里老早。但你这么好，你还有什么噶？太高了，这带人高耶！来，别这，带人高的你啊，这都你人高嘛，搞熊子，跟着是，搞熊子，未成年人。然后跟着哥，姐姐，跟我在手，跟你拍不够啊！来，爸爸抱你，来，爸爸抱你。喜欢比较素一点，不喜欢花里胡哨的。终于按了，这摸眼豆子又摸了，洗都老等到中了。被现在考到车了，被这个冇加给被。冇稍微晒咯，现在都不知道点到钟了，被人冇咯。妈，冇咯，规定内咯，冇了，稍微晒咯。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